今天我们教大家用最天然自然的一个水果酵素，做一道非常简单又好吃的焦糖洋葱凤梨嫩煎猪里脊。凤梨洋葱嫩煎猪里脊的食材有：猪排1块、洋葱1颗、凤梨200克、蒜头2颗、彩椒1/2颗、黑糖、橄榄油、盐、胡椒适量、百里香适量、柠檬半颗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许文明，也可以叫我阿文老师。一开场就有一个小秘诀的哈，家里面一定都有一个叉子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准备好一支叉子，那让猪里脊有穿孔的时候，等一下我们凤梨酵素啊，它很容易就可以深入在里面。等一下吃的时候还有淡淡的果香味哦。好，接着我们第二个腌料也非常重要。首先我们先准备一个凤梨，加一点点的盐巴、黑胡椒。那接着我们可以加一点我们的橄榄油。好，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果汁机或者是君子机来把它做一个打碎的动作。好，我们的凤梨汁打好了，我们今天加百里香，让它味道层次更提升上来哦。我们的猪排，把它放进去里面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它放进冰箱冷藏半个钟头就好了。我们在腌制我们的猪肉的时候，这时间点我们不要浪费了哈。我们教大家再做一个沙沙，我们就把凤梨切成丁，接着是我们的彩椒。一样，我们把它切成丁，大小都一致就可以了。接着是我们的洋葱，那我们洋葱大概1/3颗就可以了。挤上我们的柠檬汁后，做一个基底。因为我们的食材非常的天然，调味越简单越好。首先，我们先准备一点点的盐巴、黑胡椒，让它有一点点辛辣感。冷榨的橄榄油，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均匀的搅拌就好了。好，那我们沙沙就这样完成咯。我们教大家怎么做一个基底的炒洋葱。那热锅以后，我们开始倒入我们的些许的橄榄油，把我们的洋葱把它倒进去哦。那接着我们可以放我们的大蒜，一点点的大蒜去提香。好，那如果有看到我们的画面的话，它开始旁边啊，所谓的软化以后有没有？它就是不会直挺挺的，整个就是会这样子自然垂白下来。小秘诀就是我们的黑糖，然后可以去做一个焦化洋葱，更快速哦。画面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焦糖洋葱，它的亮泽度啊呈现出来，布灵布灵亮亮的，看起来就很好吃。好，那我们洋葱炒好以后，我们就可以
装盘。炒完我们的洋葱以后，接着一锅到底。不要忘记我们冰箱的那一块猪肉咯哈。那我们腌的时候，我们刚刚有多余一点点的这个凤梨汁，可以一起下去。那我们就只要把它盖上盖子，我们转中小火煎了双面焦黄就好咯。哇，我们猪排已经完成了。那我们就分切我们的猪排，那我们每一个大概是我们的1指宽，然后斜切。好，那我们准备装盘了哈。这样子，我们的这一道菜就这样完成了，是不是很漂亮啊？有没有人想学啊？赶快动手做哦！